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又係我同大家傾偈。尋日禮拜一，個金市總算爭返口氣，止住咗連跌4日嘅頹勢。雖然盤中一度失守大關，踩到去4480.44美元呢個半月新低，好在美金指數跌返0.3%，吸引到班買家低位撈底，最終收市升返26.37美元，收報4566.1美元，微升0.58%，叫做執返條命。不過黃金想大升就真係難。皆因比美債息同油價左右夾擊，自從2月美意同伊朗開戰，布油狂飆咗50%，引發能源危機，市場好驚通脹失控，央行加息預期又升溫。就算中途傳出美國可能豁免石油制裁，令油價回吐，10年期美債息都衝過上4.631%嘅高位，黃金無息收，吸引力自然大減。摩根大通仲落井下石，將2026年預測均價由5708美元狠斬到5243美元。嚟緊呢個禮拜，大家仲要裝實聯儲局會議紀要，同埋新主席凱文沃什 Kevin Walsh 就職。喺戰火同利息拉鋸下，金價短期內真係壓力山大。最後提提你，內容僅供參考，入市盈虧自負。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多謝收看，聽朝見。